真的是我解说那么久以来最长的煎熬。我好像根本不是在解说什么拳赛，更像是羽毛球、乒乓球、短跑，甚至为什么是这些呢？都是没有肢体接触的项目。确实，双海今天的状态不太对，比赛进行到1/4了，但他今天完全不像打拳赛，更像是抱头鼠窜。 恢复正常，像个拳手，不要像个怂蛋。